下来继续来看南投县体育会，去年来成立着极健运动委员会，为着要来推广着这项的运动，埔里桃园国小伫防疫降级了后，来举办着极健，也就是西洋剑的夏令营，特别邀请到专业的教练来做讲师，结果是吸引到全校半数的学生拢来报名参加。 埔里镇桃园国小是一个小型的学校，大部分的学生都是弱势家庭。不过学校在资源经费不足的情形下，正主办西洋剑运动的夏令营，鼓励学生来参加。全校学生才29人，弱势学生占了全校50%以上，希望能让学生有多元学习的机会。 西洋剑是奥运的比赛项目，去年南投县才成立运动委员会，今年则伫南投县长林明珍的支持下成立运动的训练基地。教练真感谢校长推广这项运动，让那个学生知道说什么是西洋剑，什么是击剑。这是学校头一摆办的夏令营，学生讲未来要读军校，所以讲专工来报名。看起来真的很厉害，因为我长大要读军校。 为着推广这项运动，教练带2个有1年的小助教来分享经验。有时候你就会一直做不好，你练多了你就会做好了。觉得击剑很累，全身都会动到，但是除了有时候也很痛，但是还蛮好玩的。 参加学生对着西洋剑拢感觉真趣味，校长希望讲多元的学生带动这项运动发展，进一步鼓励学生去参加比赛。